信靠仰望，而乐敬拜。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而乐伊。诗篇28篇第7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仔去三角主节来到主的圣殿。来标记伊，来敬拜伊，因伊是牵得咱大而乐的主。这是邀请兄弟姊妹，按照咱的心，咱将咱所有的挂虑、所有忧愁，摆在主的面前。咱啊，将咱家己完全交托伫主，恳求主引带咱头前的路障。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境，咱拢会当对主来行。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角将咱家己交托伫主的面前，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是阮所有伫阮每一人的心情。主啊，恳求你，让阮头前的路障，互阮行伫你的路，拢无摇错。哈利路亚，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的快乐，也是阮的盾牌。阮的心我靠你，就得到帮助。主啊，今仔日阮来到你的圣洁的殿中，毋是靠阮家己，是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三角主节，阮的心充满欢喜快乐，因为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伫无论阮的性命拄着什么款的挑战，你总是稳当的倚靠，互阮心中有平安有圆满。这是阮全心全意将上赞献互你，愿阮所唱的诗歌，所献上的敬拜，单单归荣光予你，因为你是配得阮一切而乐的主。主啊，愿你降纳阮的敬拜，愿圣神自由运运行伫阮的中间，守住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一粒较无的心、较无的灵来亲近你，甲你相结连。愿阮今仔日来敬拜，甲你来相拄，伫诗歌的中间来得到力量，伫祈祷的中间来领受新的愿望。愿咱的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洁的名。主，我来追求你的美，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靠无你的同在，求你加深我，来充满我。主啊，我来追求你的美。主，我来追求
所徛起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咱三甲来祈祷。咱将咱的罪摆咧伫主的面前，恳求主的保护洗净咱所有的罪，所有咱知也是咱毋知的罪，咱三甲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的话应允咱讲，俺若承认阮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阮的罪，洗净阮一切的不义。主啊，今仔日阮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常常伫思想、伫言语、伫行为中来亏欠你的荣光，恳求你怜悯赦免阮一切所犯的罪。主啊，我们搁要为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向你来认罪。这个土地因为人心的骄傲、自私。拜偶像，无实行公义，来亏损你的名。阮承认，阮常常远离开你的真理，行伫家己的道路。主啊，恳求你来赦免，也恳求你来医治这个土地，互你的公义甲慈爱，佮领到阮徛起的这个所在，这个岛屿，这个国家。主啊，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阮。洗净这个土地，互阮搁做你圣洁的子民，遵探你的心意。愿阮的性命、阮的家庭、阮的教会，拢回转倒转你，互你的阳光、你的福音遍传伫这个土地上面。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台湾正教会会当真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恩典的教会，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上感谢你。主啊，你是掌管万民的主，万国万民拢伫你的手中。主啊，现今的局势，世代动荡不安，战争、灾难、无公义，满充满伫这个世界。众人失去众人的心失去方向。我们为着这个世代向你来仰望。恳求你怜悯列国，互动乱的所在会当得到和平，受苦的人得到安慰。天父，我们要将阮所听台湾这个岛屿全然交托伫你的手手，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将公义、清廉、智慧赏赐互执政掌权的，互这个土地行伫公义、甲真理中间。主啊，嘛要搁为着台湾正教会祈祷。圣神大大来管压，互因你的百姓，来点导阮热情火热的心，彼此相听，合意祈祷，互教会成做世界的光甲盐，勇敢传扬平安的福音，见证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愿你的国领导，愿你的旨意，就是这个世界和天顶同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耶
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咱家己甲教会兄弟姊妹，咱三角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咱的心，也互咱甲厝邻的人的关系会当和睦，嘛为着咱的工课甲经济来祈祷，嘛常时为着教会身体有病痛、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咱来祈祷，守望祈祷，咱三角来祈祷。请天父上帝，今仔日阮从阮当地，佮从教会甲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你知影阮心内的软弱甲需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心，袂互对敌来攻击，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求你帮助阮，甲阮厝里的人的关系会当和睦，彼此相挺。互每一位家庭的成员的心灵，拢会当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主啊，我嘛要紧搁为着阮厝里的人来祈祷，无论伫工作、伫职场，还是伫学校的生活来祈祷。愿你将智慧甲稳定守束互阮，互阮伫同事同学中有美好的关系，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天父，我若要去将兄弟姊妹经济需要交托伫你的手，求你供应一切的需要，解决阮财务的困境，来互阮经历你是丰盛的上帝，佮求你看顾、保守阮的心灵，拢会当健康，医治所有的病，保守阮甲厝邻的人拢有强壮的身体，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名。恳求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上时，咱嘛为着咱教会的同工，甲各项的事工来祈祷。咱为着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服侍团队，甲团契首长、干部、全职的同工来祈祷，互因充满主的恩赐，服侍中有智慧甲能力。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献上咱的祈祷，互咱每一人拢搁较无主的话。咱嘛为着咱大使命的事工来祈祷，特别咱开始咱的福音的季节，咱为着咱所有的福音小组，咱所举办的福音的活动，咱献上咱的祈祷。那么常时为着咱要迎接50周年、50喜年的各项事工。特别是咱伫今仔日的下晡，咱有一个小组研讨会，咱嘛献上咱的祈祷伫这中间，恳求主大大祝福伫咱所做的工程面，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教会所有的同工甲事工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呼召我伫你的圣殿中共同来服侍。主啊，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服侍的智慧甲能力，赏赐伫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服侍的团队，佮所有团契、首长、干部、全职同工的中间，互因伫所做一切事顶面，拢有你所赐的力量甲引带。天父，我嘛要佮为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愿圣神管辖伫阮的中间。互阮搁较无你的同在，常常祈祷，专心较无你的话语，用火热的热情的敬拜来荣耀你。愿富强教会成做充满圣神的同在的教会，成做一个火热的教会。主啊，我要搁为你的赐予阮的大使命，阮来祈祷，恳求你来使用阮每一位，使用阮富强教会每一位人。来勇敢来传福音，因带人来归向你，互较侪灵魂来得救，建立你的荣光的国度。主啊，尤其我要搁为着阮说到50几年这个时刻，阮会将一切的筹备、一切安排，拢交伫你的圣手，求你赏赐阮有一个合一的心智，亲身带领今仔日下晡的小组的事工研讨会。以及过来一切的事工，拢是照着你的恩典甲旨意，阮来完成，为着要见证你的荣耀来行的。阮安尼感恩，恳求祈祷，拢是奉靠
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主，我们来追求你的面，求你来充满我。主，我来追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增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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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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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阮变做我完美。这时邀请兄弟姊妹，咱为着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敬拜来祈祷，求主兴旺咱每一位坐伫座位顶的兄弟姊妹，赐了搁较济较无的灵敬拜灵伫咱的中间。咱嘛为着所有的服侍，甲所有的事工敬拜，咱单单归荣耀予上帝。咱嘛为着今仔日要向咱分享讲道的王武聪牧师。甲下晡小组事工研讨会的陈建岳牧师，咱嘛为因来祈祷，恳求主的圣神甲因三角地地，亲身来引带因，互因嘴里所讲出的话，拢会当互咱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得到开力。咱三角出声来祈祷，请天的上帝，我感谢你，从阮今仔日的主日的敬拜，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恳求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兴旺阮，赐了搁较侪较无的灵、敬拜的灵、学乐的灵，互阮的心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搁将今仔日的一切敬拜甲服侍，交伫你的手中。愿诗歌、祈祷、奉献甲信息的分享，拢单单归荣耀互你。我拢无为着家己的利益，只为着你的名要得到高举。天父上帝，我们特别要为今仔日的讲员王武聪牧师的祈祷来祈祷，恳求你高我伊的嘴，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满有对你遐来享受的能力，成做众兄弟姊妹的造就甲安慰。搁为着下晡小组事工研讨会的陈建岳牧师来祈祷，求你使用伊的分享来激励众人伫服侍中会当得到更新的异象。主啊，愿今仔日的敬拜，甲所有的事工，愿全然交托伫你的恩典甲掌权内底，互阮诚心来领受，来经历你荣耀的同在。愿来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主，我们来追求你的面。主，我来追求你的面。这是邀请兄弟姊妹，咱来使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主，我较无你的同在，求你加增我，来充满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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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
做阮的冠冕。你愿阮得做我冠冕。主，我们专心来学乐，我们专心来敬拜，为愿阮的颂赞会当献入你的面前，成做香香的祭。专心感谢，专心乐乐天地你的门，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尊的过节。你来为我们挂入你的光芒，胸胸感谢你的不爽，恩望在你里，专心感谢，专心乐乐天地。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尊的过节。你来宾拢能跨入你的光芒，胸胸感谢，记得无错，恩望在你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以你的意志。我要专心乐乐，因我乐乐会更乐乐。我要大声乐乐，你的无煞。专心感谢，专心乐乐，听你的门。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尊的过节。拢能挂入你的光芒，胸胸感谢，记得无错，恩望在你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乐乐，因我乐乐会更大声乐乐，你的无错。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你名，以你的意志力行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乐乐，因我乐乐会更乐。我要大声乐乐，你的无错。专心感谢来进入你的殿。专心感谢，专心乐乐，听你的门。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尊的过节。你来宾拢能挂入你的光芒，胸胸感谢，你的无煞，恩望在你里，我要专心乐乐，跳舞宣扬。
星星火马点着你起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花树，一粒一粒收做正多主的地，主信心伫咱中间自由稳定，星星火马点着你起来，咱就是尊贵的祭司。一切荣耀归乎天顶的爸。这是咱来唱成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我要学乐伫天顶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也将人类放伫顶面，真侪你的册用，也通用真侪荣耀主你的名。虽然我有罪，对了，总是主你用无限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来救赎我。所以，阮今仔日组织伫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咱愿这个礼拜对头到尾，阮所唱、所吟、所祈祷、所分享你的话，一切拢归荣耀伫上帝，也互众百姓、众兄弟姊妹
大家人有对圣神来的感动，领受美好的教导甲祝福。原来这个礼拜，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运行，看见主你美好的启示甲教导。愿你的听，甲阮三合弟弟也保守所有兄弟姊妹伫遮，拢白白得到恩典甲福气。我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咱由咱徛地吼，咱做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当做全能的父上帝面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托，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咱三个来启应。启文59篇。罗马书第10章，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神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跡哪尼啊水？以赛亚講：主啊，什麼人信阮所傳的信息？不過我要問，因檢真正攏毋捌聽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做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主你是阮上大的倚靠甲帮站，伫阮人生的道路顶面。因为有人捌你，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阮无搁惊吓，无搁摇拽，总是阮软弱，时常犯罪。阮常常会袂记你当初你伫阮性命中间的拯救甲护条。主啊，求你赦免阮，怜悯阮的软弱甲悖逆。阮愿意搁一摆回头往你，重新找倒转来，较无你的心，回应你伫阮生命中间的疼甲护条，就是永远跟对主耶稣的脚步。诚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阮也感谢你，伫49年前，伫富强这个社区设立
富强教会。这间教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就是要争做这个社区、争做这个城市的良心甲祝福，也要予更较侪的居民，通因为富强教会来认捌你，得到救赎的活命。今仔日，你迈向54年的道路顶面，愿重新注目，我倒转来看起初你对阮富强教会的呼召。阮做了有够严吗？阮敢有辜负你伫富强教会的心意吗？主求你赦免阮。阮有侪侪不足，恳求圣神感动会众来补满这一切。阮将每一个人甲富强教会拢摆列伫你的面前，恳求圣神亲自带领。阮愿意将教会牧者、长执甲会众一同，做伙行伫圣神的风的中间。来行至54年，互富强教会伫福音的道路顶面无欠息，也互济济百姓通过教会来得到生命的改变，来认捌搁真搁活的上帝。阮特别也感谢你，今日找见王武聪牧师，用倒转去起初的呼召。甲倒转去起初的教会，来提醒阮爱回转注目伫你，愿你的百姓得到更新造就，愿你的福音通过富强教会得到大大的兴旺。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第14节。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4节。后来，耶稣搁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地经过啥呢？西门彼得叫做双声的多马。加利利的迦纳人拿但业、西庇太两个囝，甲另外两个门徒拢做伙。西门彼得甲因讲：“我要来去掠鱼。”因甲伊讲：“我嘛要甲你去。”因出去上船，迄暗因掠拢无。天不光，耶稣徛伫岸顶。不过门徒认袂出伊是耶稣。耶稣对因讲：“少年人，恁掠有鱼无？”因应讲：“无。”伊甲因讲：“甲网抛落去船的正边，就会掠着。”因就抛落去，因为拍着真侪鱼，煞拖袂起来。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彼得讲是主。西门彼得一个听到是主，因为汤巴体，紧将外衫满咧跳落水。其他的门徒因为因离陆地无远，约100公尺，就过迄只细只船，甲规网的鱼拖往岸。因一个上岸，看到遐有火炭火，顶面有鱼，搁有饼。
耶稣甲因讲，拄则掠着的鱼，掠几尾仔来。西门彼得爬去船顶，拖网起来岸顶，规网拢是大尾鱼，拢总153尾。虽然遐尼多，网嘛无破去。耶稣甲因讲，来食早顿。门徒无人敢甲伊问，你是甚物人？因为因知伊是主。耶稣行过来，摕饼分互因，鱼嘛安尼分互因。耶稣对死人中搁活以后，对门徒显现，这是第3摆。献诗，咱请献乐队献诗煞，咱们请王宝川牧师来讲道，也题目是倒转去起初的呼调。是
咱先感谢大兴咱的敬拜团带咱唱遐尼热烈遐尼激动欢喜的敬拜赞美，搁得到圣歌队唱出美丽的歌声，带咱做伙同心敬拜。遐尼祝大家平安。咱感谢主美好的安排咱今仔日特别来举行咱释教49周年的系列的培灵会。咱还会记得6月有一场培灵会是啥物牧师来安会记得袂？倒一位？咱还会记得蔡牧师咱的前任的蔡牧师来咱中间来培灵。咱经过49周年的庆典了后，特别安排伫今仔日咱要邀请王武楚牧师来甲咱来勉励。王武楚牧师伊本来咱是用邀请伊下晡，咱下晡有一个小组事工的研讨来分享。咱即个筹备会讲，王牧师对台中来互伊干那来分享着下晡尔无彩，就甲伊直接讲，你是毋是早起的讲道请你来甲阮勉励安尼伫咧直接中间，王牧师真乐意真欢喜讲好。所以昨昏暗时就先来到台南嘛，咧备办王牧师，咱几啊年前有捌请伊来，所以真侪兄弟捌听过伊的勉励甲讲道。王牧师是我的前辈啦阮两个虽然无啥物直接的学校的关系，但是阮做伙伫平湖大学毕业的平湖是安怎咧？伊即派团队的时阵就派去平湖白沙赤坎，伫遐开始伊一世人服侍主的历程。小等伊会分享这段真感动的历史。后来王牧师伊上重要的关键是，伊毋但得到好的操练，而且伊足认真研究本土宣教迄款的基础，发觉出真侪安怎对本土文化来切入传福音的即个方法。所以今日伊嘛带来。咱即个本土福音诶，传福音诶，报道诶手册，就是要甲咱有明白即个事。感谢主，王牧师伊今仔日特别准备2讲。第一讲是回到起初诶呼召。咱第2场伊要用华语来讲，转去到起初诶教会。咱真欢喜。王牧师今仔日对早起到下晡拢伫咱中间来服侍。咱若退伊祈祷，求上帝互伊有体力充足。有教育的精神快乐，来分享伊美好的领受。咱即是用捧仔声来欢迎王牧师。来，还是大家平安。我真欢喜，搁一遍来到咱富强教会，甲咱大家做阵敬拜。第一场咱虽然是台语的敬拜，不过我就从真深感受到上帝的灵伫咱的中间，因为看见到咱虽然是台语的礼拜，不过咱迄个敬拜实在是，我相信上帝的灵伫咱中间，也将迄个喜乐感恩的心赏赐予咱，所以咱吟出来诗歌就无相款。所以我真感谢主，互阮会当甲咱大家做阵来敬拜。我记得我10几年前蔡牧师伫遮的时阵，我就来过咱中间。迄当时我就真心感受到，咱的教会是一间真有开展性的一个教会。为着这10年来，夏牧师伫咱中间的因带带领来献上咱的感谢。我今仔日遮来甲咱分享。代表新德圣约学院，甲咱大家请安。新德圣约学院是咧重视即个较属于信徒的造就训练，以及互咱传教者伫遐会当静修安静定心得到快乐一个所在请咱继续关心支持。好，那今日我要甲咱分享这2讲的信息，这是我45年来牧会。真心的一个体验，特别是伫咱台湾顶落教会这种的背景内面，我真深刻的一个领受所以我今仔日要第一讲甲咱分享，倒转去到迄个起初的呼召
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特别阮敬拜时，阮深知你的神伫遮运行，你甲阮三甲伫地，你也感纳了阮的敬拜。阮即个时恳求，就是互阮会当甲各外的主三度，邀请真理的圣神，引带阮明白你向阮启示的真理。求你圣神高抹你罗卜的喙，互你罗卜的喙成做你话语的出口，将你的真理拆明，互阮听了就明白。阮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耶稣对四个话了后，第一摆向学生显现，第一句话讲啥物？好，家己的平安讲咧，愿你平安。好。孩子们，你敢知影？即句话咱今日讲甲真轻松，毋过伫迄当时的情景，你家想象看卖啊咧，迄是一个真惊吓的情景。因为啊，第二批要掠的就是几十个学生啊嘛，敢毋是咧？所以因关伫一间木房内面，带咧等。对，国外主第一句讲愿恁平安，互惊吓中的百姓得到平安。还即个今仔日啥物？今仔日即个台湾是啥物月？咱知影讲叫做几啊月？啊，几啊月咋？真无平安嘛，对无？好啊，所以台湾农历7月几啊个，其实这是咱传平安好消息上好的机会，敢毋是咧？因为本地耶稣的福音就是要互无平安的人得到平安嘛。啊，所以这是咱上传。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来，等咱看，其实耶稣讲话了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咱拢真清楚。毋过咧，我感觉讲第一句当然足重要，毋过第二句、第三句更较重要。请问第二句讲啥物？来，甲咱考一个。第二个讲啥物？白怎样找见我，我照常找见恁。什么意思？对，当恁即摆对家兄得到平安啊，恁爱去传平安的好消息。这是主恩咱的找见。好，当主恩咱找见去传平安的好消息了后，是哪啦？当然无简单，爱圣神的溃烂。所以，第一章第八节讲圣神降临，咱得到快乐，才会当有主做见证嘛。啊，所以学生受测验，因真需要就是圣神。所以耶稣第三句讲，让因分一口气，恁接受圣神。好来，打这段的圣耶稣讲话了后所讲这三句话，其实实在是一个真完整的测验例。但是为什么？拄则咱会长老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21章，一个开始就讲安那，彼得带头倒转去讨海。其实约翰福音你若详细看，你会当发现，约翰福音伫约翰20章已经做了结束。21章你会当真明显看到，迄是后来个增加的。新学上嘛拢安尼讲，吼，因为你看你就知影，看20章最后，作者已经做了结笔，这种结束的话语啊。但21章，佮增加记载耶稣佮话第三摆的显现。啊，所以约翰福音21章其实我真深体会，迄有真特别的意义伫底。好来，等咱第一来思考。拄好我讲迄个话，我问咱大家，耶稣国话第一摆显现，已经甲学生做了一个真完整的测验例啊。但是为什么耶稣会大叫知啊？这个班长彼得竟然带头倒转去讨海，为什么？
嘿，这位我毋知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其实这一张彼得倒转去讨海，学生这学弟拢缀伊倒转去。我对这段经节的领受，彼得毋是因为巴肚枵无受入去讨海，转去讨海。我的领受是彼得包袱啊款款的，要倒转去食家己啊啦。那安尼有严重啊无？那安尼是真严重的代志哦。啊，为什么？为什么？伊包袱款的要倒转去讨啊，包袱款的转去食家己。感谢咱真少人想过这个问题。这段圣经嘛是我读真久，圣经给我的一个启示，给我的一个体会。为什么？咱这个爱对耶稣给我第一摆迄个册卷咧，该念开来想，为什么耶稣给我了后，按因做了一个真正式的册卷，啊，彼得搁倒转去讨海？为什么？因为彼得捌3摆唔认耶稣，而且彼得第3摆唔认耶稣，讲出嘴的是安那？耶稣伫大祭司的客厅受刑罚的时阵，活转身来看彼得，然后安那圣经记载讲，彼得就受起主对伊讲的话，假提的大圣，你要3摆唔认我，伊就出去痛哭。但是你家想看卖，这对彼得来讲安那，迄个自责、罪恶、内疚会偌深。耶稣明甲伊警告，伊竟然几点钟后尔否认耶稣，啊！伫伊讲出罪时，耶稣活转身看彼得，且活转身看彼得是用热的是无？绝对毋是啦，一定是安那充满关爱怜悯的眼神。若无彼得袂出去痛哭，敢毋是咧？好，所以这个事件对彼得来讲，留落是一个真深的伤痕。而且讲，伊包我款要倒转食家己的原因是啥物？因为伊已经虽然耶稣已经过我，毋过伊根本都无有立场去传耶稣啊嘛。因为伊否认了耶稣，迄个否认其实是咧宣告等于讲公开宣告讲，我甲即个人无关系，我甲伊断绝关系。但伊已经做了即个声明，做了即个宣告，伊毋若无立场去传耶稣，伊根本嘛无资格去传耶稣啊嘛。啊，所以伊只好安那。虽然耶稣过我，虽然耶稣嘛向伊显现，虽然耶稣嘛甲伊找见，不过因为伊无资格、无立场啊，所以包袱啊款的倒转去食家己啊。约翰福音这一章，就是咧记载耶稣怎样重见彼得，因为一个军队耶稣3年半久的人，接受训练3年半，要来承接这个大使命的人，但如今跋倒了，如今软正了，如今离开耶稣了，耶稣就安那。一定爱甲伊挽回，啊！要怎样？搁一遍来重建彼得？这就是约翰福音21章所记载，耶稣怎样？毋那是甲彼得重建，也是咧甲彼得医治，也咧甲彼得赦免。其实讲搁较白咧，就是将彼得带倒转去到伫动起初的呼召。动起初，彼得，你是怎样来军队我的？约翰福音21章就是咧甲彼得带倒转去到伫当初受呼召的现场啦。
这位，今日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你我咱伫信仰的立场，信仰的立场。特别，咱真侪长老教会友拢到伫第4代、第5代基督徒啊。信仰普遍的一个情是啥物？有信仰的前辈讲啊呐，讲1代清，2代明，3代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咧规厝经满神明。这句话当然实在是呀，讲做迄个信仰传承一代不如一代一个实况。不过听起来是真艰苦，心敢毋是咧？啊，不过这个讲一项事实是啥物？信仰未免伫安那会有软者跋倒、软弱的时阵，也未免伫会有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的情形。甚至有真济几啊代基督徒实际上是恩典的后裔，不过却也慢慢伫恩典中来坠落，敢毋是安尼咧？所以对伫咱长老教会信徒来讲，咱需要不断倒转去到伫起初，我是怎样经历主的？起初，我的士大人，我的阿公、阿嬷、阿祖，因迄代是安那来经历恩典的。会再去，魏平长老去甲我接，因为伊的兄哥我真熟。我会再接礼拜听见着伊甲我讲，伊讲，我甲伊讲，恁哥哥我是来足敬佩的。教授毋做，院长毋做，遐7少年、8少年就退休，去带一群囡仔，我讲迄偌无简单呢。我第一遍才听到魏本长老讲，迄是因为因妈妈的心愿，爱伊大兄献互主，伊个哥哥魏先教授就安尼。我会记得40几岁尔，50几岁，结果50几岁。中英大学动物学院的院长呢，毋做，毋是讲毋做，全甲放弃啦。献身去服侍，去开设一间少年囡仔教会。囡仔人哪有奉献？是爱摕薪水，摕伊的退休金落去，请这囡仔食饭喊带安尼。我今日才知影士大人的心愿，还是袂？这就是咱长老教会，偌尼侪信仰的前辈所流水的脚迹。才有咱今日长老教会。不过，咱即摆看见长老教会一个情景，是教会慢慢伫咧衰微，会友直直流失，少年这代直直无去，大部分剩的拢总是老年长的。那安尼，咱仰望伫倒位？30年前，我来到台中中华路教会，第一礼拜日，礼拜了后，2/3的人留来参加上年团契。我的长老甲我讲，王牧师，你要有心理准备，咱的教会要成做老人教会。我迄当时42岁，我的头毛是一大泡，毋是即马安尼哦。要怎样？上帝给我2句话。第一句，
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找以色列家失的羊。我转回有的名谱摕咧，我长老，迄当时拢6、7、10个长老推车载我3个月汉堡枢纽任命探访200几户会友，一家一家去敲找。上帝跟我第一句话，当找到要安怎？找到要安怎？上帝我第一句话，定心带因信耶稣，因为失迷啊嘛，离开主，当然一定有原因嘛，会离开，假做以色列家失迷的羊啊，你家找到要怎样？主告我第二句讲，定心带因信耶稣。主啊！我要怎样定心传信耶稣？就是我下面靠要甲咱分享的。各位主，若甲咱三拄带来证明啥物？主就用这段经节教我，带因甲各位主三拄，带因甲各位主三拄。要怎样甲各位主三拄？咱来看这段经节。当学生照因家己的意思，选择家己行家己的路。学生无照耶稣的吩咐去传福音，反转去重操旧业，规暝拍梦拍拢无的时阵。学生所拄到的情形，敢毋是你我咱今仔常常拄到的？咱伫日常生活内面，咱有偌尔济工作职场的压力，咱有偌尔济打拼认真，却讨无的情景。伫这个情形下面，咱看见耶稣出现了，学生会离开耶稣，学生会照家己意思选择行家己的路，结果是规暝拍梦拍拢无，灰心累气。毋过耶稣从来无离开因，耶稣徛伫岸顶咧听候因，即摆听候着，请问听候着的时阵，迄个情形是啥物？迄个情形是啥物？圣经来讲耶稣徛伫坪里，学生竟然毋知影。为什么？耶稣离开因前后嘛无到一礼拜，入眠甲生活斗阵的耶稣是安怎奈？即摆连耶稣都毋捌啦，是安怎？真明显嘛，目屎汗水，甲目睭高调咧啊嘛，佫加上规暝拍拢无，然后救的是破梦，救着破梦，头壳咧咧，当然毋捌耶稣嘛，敢毋是咧？是。人会离开耶稣，耶稣袂离开咱。搁落去，咱搁看，当这讨鱼讨拢无的学生，去互耶稣等着啊！请问，耶稣有资格骂因几句啊无？若无骂嘛，教死几句啊？会使哩无？有资格无？来，恁回答有资格无？你若做老师，学生毋听话，老师甲学生骂几句啊，会使哩啊袂？当然会使哩嘛，对无？毋过请问，当这会拍梦拍拢无的学生，去互耶稣当着啊？耶稣安怎讲？耶稣安怎讲？耶稣安怎讲？咱的台语先讲少年人吼，毋过华语圣经吼，和合本先讲细囝。
恁有食的无？毋过咱原来台语的圣经是讲啊啦，细囝恁有米配无？唉，兄姊妹，如果你伫迄个情境内面，你的心境怎样？多窝心，多温暖，敢毋是咧？兄姊妹，你毋通认为耶稣敢若关心你有来做礼拜无？你有来服侍无？你有来参加祈祷会无？你有奉献无？你毋通认为耶稣敢若关心这个。其实耶稣上在意的是啥物？在意你我基本生活的需要。哎，即个今日你我基本的生活需要，若无得到满足的时，咱哪有气力来服侍？对无？敢毋是咧？咱哪有迄个时间，有迄个负担来服侍咧？所以，今日即位，请你会记哩，耶稣其实伊真在意你生活基本的需要，因为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你才有气力来服侍主。单单要怎样来经历到主应允要互咱的，伫咱需要时，向主恳求，向主哀求，咱要怎样来经历主？圣经一贯的原则就是相信上帝的话，顺服带来祝福。而且当然，我毋是讲啊，牧师讲啥物啊，圣经讲啥物，你就一味相信，啊，你就一味安顺服，毋是。我的意思是讲，当你读圣经，当你听牧师的讲道，当你听一个信仰长者恩你的面的，你的心内有感动，迄个话语有插着你的心，迄个话语一直出现伫你的脑海内。亲像我对我讲，主互我来中华路教会是2句话，去找以色列几10个羊，重新传信耶稣。是，这个就是我对主的领受啊！我去看到迄个实况，确实就是需要安尼。然后我照安尼去做的时阵，圣神就伫遐做工。但我这样要甲咱分享嘛相反。当你伫真济艰难困苦中，你迫切需要，你灵修祈祷，突然间上帝的话进你的心，突然间白纸写乌字，突然间这个字甲铺开，真明显的向你讲话时，你就不断祈祷、祈求、反复思想，问上帝讲：上帝啊，这敢是你要向我讲？上帝啊，你爱我安怎做？是当你得到真明确，上帝爱你安怎做时，你顺服的时阵，就带来祝福。弟兄姊妹，相信上帝应允，相信带来祝福。来，甲你的别人讲者好无？来，相信带来祝福。相信顺服就带来祝福。好来，当相信顺服带来祝福是啥物？学生照主的话，将梦拍落去。其实我常常咧问我家己讲：王某某啊，那你敢会遐乖？其实这段话我捌家己回答过，讲那我的时阵吼，我会甲耶稣伫遐拍拉筋，我会伫遐甲耶稣真母咧，我会甲耶稣啊，拜托你啊！我规暝拍梦拍拢无，已经骹手软沙沙啊啦！我今嘛无气力，搁倒转去讨海啊啦！耶稣啊，拜托饶了我吧，互我倒去困一醒较要紧啦！我会甲耶稣安尼讲，过来我会甲耶稣讲，耶稣啊，照阮过去讨海经验，这个海平无鱼啊啦！
哪有鱼咧？鱼嘛沉海底啊啦，就是你安那拍嘛拍无啊啦。我会用我的野心、我的经验、我的专业来提示耶稣的吩咐。不过咱看见伫遮学生因安那，因无安尼做，因就照主的话拍落去，得到满网的大鱼。圣经来讲啊啦，讲迄个满网的大鱼总共153尾。下面这句，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无有破。兄弟姊妹，无有破网的丰收，这是上帝的祝福。破网的丰收是魔鬼的诡计。今日咱人靠着家己的才调、拍拼、认真努力、爱拼才会赢，确实会有丰收。不过问题是伫遮，你的丰收若无上帝同在，无上帝保守，有可能真侪破网的丰收。破网的丰收是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自创世到如今，从来无改变过。伊会当互你所要爱的全世界，只要你性命有破解，心灵破碎，家庭破裂，伊就赢了。其实伊对耶稣嘛是安尼啊。伊对耶稣的试探，甲耶稣带到山顶来讲，万国荣华拢是伊的。只要耶稣甲伊拜节，伊会当互伊万国的荣华。不过耶稣安尼讲，人若趁着全世界，丧失性命有啥物利益？人要会当摕啥物来换伊的性命呢？相反，今日魔鬼会当互你满网的丰收。只要你破网，今日咱台湾的社会是偌尼侪人伊有丰收，不过偌尼侪人伊的丰收是破网的丰收，偌尼侪人哇，伊名片摕出来真正赢，偌尼侪人。家产算袂了，大豪宅，毋过咧，豪宅内面的女主人某囝，安那半暝咧银波破网，因着顺服带来的祝福，是无有破网的丰收，无有破网的丰收，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咱圣经安怎讲？来，咱做阵读者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富足，并无加上看路。不过，偌尼侪人大豪宅，偌尼侪人伫社会有名声地位，不过伊的某囝3更半暝伫房间仔内咧吟波破网。这首波破网的歌，我相信咱拢。咱拢知影，咱检在也捌吟过，我凄凉嘞，好唔好？咱来吟一遍好无？记着梦，目可暗，破到这大坑，想要报谁人在阮课堂？今日那将这来办，是永远无恩望，为着前途将我帮。
凄凉无？我知影咱真少人咧吟这条歌啦。有影，这首歌是伫农业社会，迄当时真散车的时阵，咧吟真凄凉的歌。不过我相信，即马犹原要有侪侪人伫房间仔底偷偷啊咧吟。但如果你的梦破了，但如果你的梦破了，要怎样？要怎样？我拄要讲，彼得三摆毋是耶稣，其实带互伊心内的创伤，迄个伤痕偌深，迄若无有医治，彼得就是去服侍，相信迄个服侍一定会出问题。今日咱伫教会内面嘛是相款，常常碰到即个状况。有真侪人伫信主进前有侪生命历程，还是原生家庭所受的伤痕，还是迄个罪恶感，无得到医治，无得到赦免的时阵，伊去服侍时，常常也会用伊的伤害去伤害别人。所以彼得他耶稣，伊要怎样来重建彼得？当然，大先就是爱接纳赦免医治嘛。所以耶稣就伫学生拍到满网的大鱼了时，甲因讲，摕几尾来食，做阵食早顿。耶稣就伫最伫遐咧甲因食早顿，食早顿的时阵啊。食早顿的时阵，耶稣亲知彼得所受迄个内心的，因为好人耶稣带来的内疚、亏欠、自责、罪恶，耶稣足清楚知影。啊，耶稣知影，因彼得若无得到医治的时，伊无法度去服侍。啊，所以彼得伊真需要对耶稣得到赦免医治。虽然伫彼得第三摆出嘴好认耶稣，耶稣已经用关爱的眼神看伊啊。不过，迄对彼得来讲，我相信，伊绝对毋是得到讨棒，反倒会更加增加自责。我照耶稣的有过好认耶稣，不过耶稣竟然还阁这么听我，所以伊会更加增加迄个自责。啊，这就是我所讲，为什么伊把我款要倒转食家己的原因。但耶稣就用到最后甲伊食早餐的时，耶稣问彼得三摆：你听我嘛？你听我嘛？你听我嘛？神学家、解经学家有真侪对这三摆问话注解解说。不过我个人的领受是，其实这是耶稣咧对彼得做内在的医治甲赦免的工作。通过耶稣做球互彼得拍，你听我嘛？我讲，奇怪，耶稣含彼得毋是青年男女咧谈恋爱。你看，咱咧少年咧谈恋爱时候，查某囡仔上爱听的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对不？哦。耶稣敢安尼？毋是嘛？其实耶稣咧问彼得讲：“你听我嘛？”意思是啊，伊咧做球彼得，互彼得安那，搁一遍回应。啊，所以当彼得搁一遍回应主讲：“主啊，我听你；主啊，你知我听你；主啊，你无所毋知，你知影我听你的时候啊，一摆的回话，一摆的爱的宣言。撤销一摆好人耶稣的记录，三摆的爱的宣告，
擦写了3摆好人耶稣的记录。好，当每一遍当彼得讲主啊，你知我听你耶稣安怎讲？耶稣安怎讲？你饲我的羊啊！你饲我的羊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信任的中间。啊，失迷的羊是耶稣用性命去找到回来，但如今呢，耶稣搁一遍将羊交予彼得。如果彼得你过去像你安尼的好人，我信彼得耶稣乃敢将羊交予伊咧？唔敢。但当彼得讲主啊，你知我听你的心啊，耶稣接纳下面伊哋也重新重建两个中间信任的关系，将羊托付予彼得，是遐尼刺激。这直接互咱看见，要怎样甲国外的主相拄，要怎样帮助遐已经软弱跋倒离开主的人，定心信耶稣。这就是我过去伫牧会中间主教我的，关心因生活的需要，互因知影耶稣会当享受因超过所求所想的，耶稣会当医治因破碎的心灵。其实约翰福音这一章总结，实在是耶稣甲彼得带倒转去到伫起初呼召的现场。约翰福音这一章伫遮有3句话，第一句话讲：你有食的无？你有食的无？就是伊当因腹肚下开，生活上拄着困难，职场打拼努力，规日空空的时阵，耶稣甲彼得带倒转去到底，你当初是怎样来经历我？你当初是怎样放某放囝，放下你的时阵来群底我？会记得无？路加福音第5章，也是彼得规暝拍梦拍无。耶稣话你讲，将船开到最深的所在，拍梦掠去，结果掠到2只船，叫友船边仔的船来帮忙，第一架强度要沉落去。迄个当时安那，彼得安那讲，彼得安那讲，发现耶稣毋是普通人，讲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离开我。耶稣安那甲伊讲，耶稣安那甲伊讲，对答了后，你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所以约翰福音这一章，彼得包我看了要当食家己，耶稣是。甲伊带倒转去到伫当初你是怎样来群底我的现场？你有食的无？第二，耶稣伫最后早餐的时候问讲：你听我？其实是甲彼得带倒转到伫最后晚餐的现场。最后晚餐的时候，彼得安怎讲？耶稣甲伊讲。牧者受拍，羊就要失丧。彼得伫遐答应干嘛？甲主讲：主啊，别人跋倒，我彼得绝对袂。主啊，就是你死，我嘛要跟你死。不过耶稣甲伊讲：今暝假伫的大声，你要3摆毋认我。彼得果然照耶稣的有个好认了耶稣。所以即马。主过完了，食最后早餐。耶稣甲彼得带倒转去到伫最后晚餐的现场，通过你听我嘛，互伊回忆最后晚餐的时候，彼得你是怎样甲我讲的？你是怎样甲我救助的？最后，
约翰福音只已经结束，耶稣甲彼得讲：“你少年随意往来，年老人要绑你到你无愿意去的所在。”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彼得讲，伊的死要怎样荣耀上帝。讲了这个话，只一张会结束就是你群地我，你群地我，你群地我，这句话是。甲彼得带倒转去到伫路加福音第5章，伊当初望着满网的大鱼，耶稣甲讲对答了后，你要得人亲像得了鱼。耶稣就彼得就放某放囝，放下伊的这工作，跟对耶稣。所以最终的目的，耶稣就是甲彼得带倒去当起初的呼召。起初你是怎样经历主？起初你是怎样来跟对我？兄弟姊妹，当你我伫信仰的立场有软弱、累积、失望，求主帮助咱，互咱搁一遍回顾，我当初是怎样信主？我当初是怎样经历主？甚至咱的回顾，我是世大人，我是顶一代，因是怎样经历主？因是怎样热心的服侍主？其实这也是我个人伫信仰里头，你该想，无过45年久，所会拄着会累积失望。挫折，其实迄无法度用话语来形容。但是当我拄着这情景的时，我是怎样定心徛起来，定心爬起来，定心搁继续服侍。我用的方法就是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倒转去到起初的呼召。我的家庭是出世伫一个真善车的家庭。迄是阮细汉住的厝，是甘蔗下的厝。迄壁是迄竹片啊。阮爸爸坐，迄就是阮的壁啦。伊坐户顶，吼安尼啦。阮的户顶是安尼，啊是我到国中的时候，阮才家己有起了厝安尼。好，啊，我的家庭经济改善是靠着我的小弟，伊国校毕业了后。国中的年纪，伊就去台北、台南货运去缀车。迄当时还无即个货车，是3轮车，啊，然后来3轮车装莫大3轮车，啊，所以伊安尼国中生啊去送货，啊，冷气啦、冰箱啦，安尼吼搬3楼、搬4楼安尼，啊，真有费力安尼。啊，所以我的家庭是因为我的小弟开始有固定的月级收入。阮的家庭才得到改善，也因为安尼，伊供应了阮3兄弟啊、3兄妹啊读大学。啊，毋过问题是，到伫我读大学的时阵，我小弟也去做兵啊，啊要怎样？哇！阮爸爸带咧等，阮爸爸烦恼甲，啊去甲兵役库的人答讲，会当互我大学毕业，我趁钱，啊，阮叫伊小弟去做兵安尼，啊问题，兵役局讲无法度，袂使哩，因安那。啊，毋过咧，迄年讲兵伤济，有一支补充兵的兵，敢若做3个月就会使咧啊！哇，阮爸爸听到呢，像阮爸爸咧搭迄个幼稚园的3轮车，农村托儿所的3轮车安尼吼，啊，搭迄载囡仔了后，就去礼拜天港台跪伫遐祈祷。啊，果然，阮爸爸抽到迄支签补充兵，全我家庭的这个经，因为我当时阮小弟供应阮3兄妹仔咧读大学啊，所以后来阮小弟对伫搭3轮车，啊，然后去送货车的时吼，迄栋莫大3轮车的时吼，因为囡仔人坐莫大3轮车，中昼时啊忝困去，拄久困，
困去完跋落三轮车骹，三轮车莫达佫继续直直开，毋过伊骹骨交伫车顶，拖100-200公尺，拖到大腿骨拢见着肉，肉规拢烂了，见着骨安尼啦。佫一遍换卡车时，开卡车入去工厂，碰着高仔电，落雨天碰着高仔电，阮小弟去开车门，转电死，电死送去到病院时，病院嘛无甲救我啦，因都无命啊，30分钟后伊佫活起来，所以我是因为阮小弟安尼，上帝通过阮小弟来护着我。来护着我，所以我就回应去服侍，服侍到就尾期，想感谢主，特别退休啊！不过退休前，一连串，我和牧师两个人拢会线来，长期用阮去做宣导，会线来了后时，我和牧师恢复了，恢复了后时，一边。阮做阵过去病院探访出来时，过去乌多摆弄着，乌多摆弄着实在是无啥物严重，毋过问题是牧师娘脑出血，我脊椎断裂，拄着这牧师娘到如今的时阵因为伊爱停用抗凝血药，咱中间有医生。因为伊心律不整，爱食抗凝血啊，不过闹出去了，袂使食抗凝血药所以医生讲有中风的几率，真正4个月后，无算做耳中风，2耳拢无听，伊即马伊家己讲话嘛无听，爱挂耳机，伊对伊看罪行，所以伊拢无方便，甲我出来服侍，原因就是伫遮。我想我退休了后，要好我来轻松一下安尼。我哪会知影？试炼对来，当然这是对阮肉体，对着教会的试炼，撒旦魔鬼嘛袂遐容易放你煞，互你安尼这么顺利来退休，开始真济再试炼，好。我讲每遍拄着试炼打击挫折的时，我唯一的一个路，就是倒转去到你起初的呼召，回顾上帝恩典，甲当初起初的呼召，我的信心就得了坚固。所以兄弟姊妹，我今日甲咱三个做阵勉励，就伫信仰的历程，你我无有人遐尼所谓的光强壮大。当咱拄着灰心累志、绝望失望的时，咱就回顾上帝怎样恩过去对我的恩典，我就来回顾当初我是怎样甲主相拄来，伊怎样来呼召我。当咱倒转到起初呼召，想着上帝当初的恩典，咱的信仰就要得到建造。耶稣伫你生命中。每一个人拢这3项的计划，伊关心你我的生活，互咱忠心尽力，搁爱耶稣。伊要提升咱生命的意义，咱爱来回应主的听，牧养主的油。耶稣伫咱生命中上大，互咱的上大荣耀，就是背起十字架，滚地主，求主帮助咱。咱来吟这首的诗。主，我要拄着你。我请咱敬拜团咱大家来吟。来到主前，谦卑为了献托我心意，我心中向往我老塞。我自己都将你看遍，有这无奈。我来到主前，他们憔悴，不求主回落。主我被不丢的，主我心看不离。
咱起立各一遍。来到主前谦卑跪了，听到我心里，我心中充满我散主的欢喜。人生路途含你坎坷，有最最无难。我来到主前叩门交罪，困求主陪我。手的，就是请你当安静跪表情，你来回顾，你是怎样甲主相拄？你是怎样蒙恩得救？你的顶一代是怎样伫台湾遐尼百姓困难的中间来信主？咱来回顾咱救恩的历史。请你为着这个回顾来献上你的感谢，也通过这个回顾，求主坚定你的信仰，坚定你的信心。我也邀请你问主讲：主啊，多谢你的拯救、竞选、恩典，我愿意回应你的听。你问主讲。主，你爱我做啥物？亲像彼得回心内志，主恩伊讲：你来跟对我，你来跟对我。如果主恩你安尼讲，你要怎样回应？主，多谢你恩阮讲话，主，互阮搁一遍甲你相拄，互阮每一个主日来调记你的时，就甲国外的主相拄；互阮每一摆甲你相拄的时，阮就回应主你伫阮生命中的呼召，阮愿意。跟对你，主啊，阮愿意跟对你，请你恩阮显明你伫阮生命中的心意，求你恩阮讲话，愿咱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谢谢。这是来奉献。
谢谢。咱做伙来读本月的金句，咱大家做伙，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咱搁一解，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好，这是我来报告。后礼拜主日是詹牧师，主日是主日学。看集体交通。今仔日咱举行王木聪牧师的培灵会。第一场用倒转去起初的呼召，第二场倒转去起初的教会，来互咱领受、激励甲造就。像是王牧师侪年来伫本土化的福音事工，有编6本的教导手册，适合各层次的牧养甲宣教的需要。这若有需要，请往办公室的干事来顾买。第2点，今仔日也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兄弟姊妹为着圣经学院来代祷甲奉献。第3点，今仔日下晡2点至6点，要伫本会举行长老教会小组事工的研讨会。有邀请王木聪牧师、陈建岳牧师要来主领，主题是小组事工面面观，请已经报名的同工准时来参与。第4点，本礼拜六9月20日，早起时9点至12点，伫本会要举行一个研究圣经的培灵会。要邀请吴宪章博士来讲这个课，主题是你通靠近我一点。咱要查约拿书甲马拉基书，请兄弟姊妹来报名参加。第5，后主日下午要召开中级甲首长的联席会，请中级甲服侍团队的首长准备心。第6点，咱本会已经开始第8期的幸福小组甲幸福茶会。好，时间伫下面，咱请家己看。后主日要颁发奖学金，请遮个领奖学金的学生出席。第8点，咱伫9月28要举行篮球赛，请欢迎团客、牧区小组，咱用兄弟踊跃来报名。第9点有一个丧礼的关怀，本会士兵将教授伫9月12拜5王子文调安歇主怀，要定伫9月20拜六下午2点伫本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那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咱今日真欢喜，会当得到王牧师伫咱中间将主的话来勉励咱，转去到起初的呼召，这些是真要紧，提醒咱大家搁一遍转去到伫主所呼召咱的听，继续咱特别迎至50禧年吼，是一个足重要的事项吼。大家做伙来领受，咱第2场礼拜吼，王牧师讲的主题无共款，若你的时间无受阻挡，欢迎你留落来，等下礼拜煞吼休一下，搁留落来听第2讲安尼。咱搁变一个掌声，甲王牧师说多谢，谢谢。王牧师伫顶礼拜我有报告讲，伊吼
研究即个本土福音的即个宣讲吼，有一个系列6本包装足好势。顶礼拜报告了，有足侪兄弟已经伫遐来买啦吼，因为即摆寄来差不多100外份吼。咱下晡的小组时间会嘛介绍，因为有外教会来，所以你若有想要买即个来做学习，也是讲来传福音，会当去到办公室来甲干事体吼。无下晡若其他的教会会友有过来摕，可能会无够吼。欢迎咱大家免客气安尼。第二就是讲，拄则有提醒讲，咱后礼拜过来即礼拜6啦吼，就是咱的即个吴宪忠博士的即个研经培灵会吼。因为咱需要准备餐点，所以咱本会会友吼，你嘛毋通客气，爱报名，咱才会当即个控制人数吼。当然迄天来，毋是讲袂使来，毋过若餐点准备落啊，你无报名吼，煞有报名摕袂到嘛，足无好吼。所以咱学习一个好的规矩，就是我要参加，因为这是有一个点名的，搁要印资料，所以请甲咱的小组长。也是甲咱的团契会长，特别上年后礼拜即礼拜6要配合来听吼，咱上年有做一个统计安尼吼。拄则有报告一个咱本会施明忠教授安休吼，本来是要用2点啦吼，最定性一个，因为就是讲迄天咱早起都有即个培灵会咧吼，所以若煞已经12点因讲要布置场地伤赶。所以咱要延到2点半。这施明忠教授吼，可能有个人无毋捌哩，因为伊来咱教会差不多即几当中，敢慢慢因为伊的帕金森症愈来愈严重吼，有时拢会坐轮椅，搁有人爱甲带吼，伊是咱的大树小组吼，足忠实的组员呢。伊倒床嘛是照常咧视讯参加聚会，但是足甘心啦吼，但是。因为即款病情是一直退化，所以上帝煞伊的劳苦吼，伫顶礼拜拜5就主文调，要伫即礼拜即个拜6下晡2点半伫遮做个别式。虽然你毋捌哩，不过若有兄弟做伙来，表示对即个家庭的关心吼，欢迎大家来参加。其中佫有一个提醒，就是讲咱每一年拢有伫推广即个公报社的周年手册吼。即个周历的手册，咱兄弟若有需要，落去楼骹公布啦，有2色吼，一个黄的，一个绿的，你感觉爱要倒一本，安尼会当甲签，到时咱做伙来订，安尼就对啦吼。咱欢迎今日小等下，咱第2堂吼，大家留落来参加，多谢。还是我有一个新人无记介绍，是柯美迪姊妹伫倒去。好，欢迎你，各位弟兄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有咧讲，迄有导演片有这啦吼，咱直接去到咱的即个办公室伫遐来买就会使，多谢。那唱上映的诗歌，起立。新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帮咱保守，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明道闭会，咱生活来唱祝福的诗歌，了后咱才来离开，多谢。
拜到这。